我係喺新竹大嘅，五峰我以前都嚟過，不過好似咁樣真正行入部落係第一次。一下車，和平部落嘅族人請我哋坐低飲杯茶，聽佢講部落嘅故事。雖然唔係每句我都聽得晒，但句句都令我覺得有所得着。跟住我哋住上泰雅族嘅傳統披肩，手拎住一支茅草，圍住個火堆坐埋一齊，嗰陣感覺好特別，有啲安靜，有啲神聖。來，大家來，開始咯！拿你的杯子，伸出你的無名指，站一地，一起來，敬天，敬地，然後第三個，敬自己。族人帶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祈福，倒少少小米酒，大家一齊飲落去，氣氛好溫暖，好舒服。真正的 I know me 或是這樣，臉貼臉。族人亦示範咗佢哋特有嘅飲酒方式，兩個人一齊飲同一杯酒，象徵朋友，象徵情誼。之後就拎到行入林入面。講真，我平時唔係咁樣用刀嘅人，竹冚落嚟嗰一下，會覺得自己真係做緊一件實在嘅事。拎返出去之後，族人教我哋整竹碗竹筷，整好之後就用自己整嘅碗筷食部落風味餐，嗰啲味道真係好自然，係土地嘅味道。之後我哋就轉去梅後曼部落，由一位返鄉嘅青年帶我哋行山路，佢一路講佢返鄉嘅故事。行到瀑布嗰陣，見到彩虹嗰一刻，我心入面淨係諗，五峰其實唔係離好遠，但文化嘅深度要慢慢聽，慢慢睇。你走音了，你唱成你們先不要準一點。